主席，據報中央政策組近期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進行一項民意調查，其中一條問題是有關財政司司長須否辭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中央政策組進行是次民意調查的目的為何？二、中央政策組過去曾否就某位政府官員須否辭職的問題進行民意調查？如有，詳情為何？如沒有，為何是次民意調查包括財政司司長須否辭職的問題？及三、中央政策組會否向公眾公佈是次民意調查的結果？如會，公佈的日期及形式為何？如不會，原因為何？政務司司長。主席，就吳靄儀議員所提出嘅問題嘅3個部分呢，政府係答覆如下。就問題嘅第一部分，政府一向重視民意，進行民意調查嘅目的就係希望透過客觀同埋科學嘅方法，了解市民對不同社會事務同埋政策嘅睇法，作為制定政策時候嘅參考。中央政策組經常就唔同嘅政治、經濟同埋社會議題，以至社會大眾關注嘅事項，委託學術機構或者商業研究機構呢係進行民意調查。中央政策組曾經委託有關機構調查市民對2011-12年財政年度預算案嘅一啲內容嘅睇法，以及市民對當時一啲社會事件嘅反應等。就問題嘅第二部分，中央政策組過去曾經進行類似課題嘅民意調查，但係調查結果只作政府內部嘅參考，不會對外公佈。中央政策組唔會就個別嘅調查作出評論。就問題嘅第三部分，中央政策組嘅民意調查結果只作政府內部參考之用，政府不會對外公佈有關結果。中央政策組會繼續以客觀同埋科學嘅方法進行民意調查，協助政府準確了解民情。梁家傑議員。主席，我必須講一句呢，即係今時今日呢，政治問責官員喺本會答問題用咁嘅態度答呢，真係唔得㗎啦。第二條，咁啊原來吳靄儀議員問嘅呢，就話有冇就住某位政府官員須否辭職嘅問題進行個民意調查？咁啊如果有呢，詳情為何啊嘛，主席？咁似乎喺第二條佢係答咗嘅喎，就真係有嘅喎，因為話中央政策組呢，過去曾經進行類似課題嘅民意調查喎。咁但係嗰個問題有問如有，咁詳情為何呢？咁佢嘅答案呢，只係話個調查結果呢，就係做內部參考嘅啫，不會公佈嘅。咁但係如果當問到詳情嘅時候，應該包括埋你幾時做啊，做過幾多次啦。你就算你結果唔公佈啦，咁個內容係乜呢？咁我想問下，俾多次機會局長啦，司長啦，會唔會喺呢度作出一啲補充呢？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哋嘅立場同埋政策呢，我已經表明咗，我冇補充。何秀蘭議員。多謝主